后他们夸一路舞蹈噶，路舞火，你求得么？免费课。 First blood， 漂亮，大问题的金宝宝，哎呀，哎，送人头的东西，汽车，骑起来接我，快上车！搞个渣男的结婚之上，可一点渣那个，你我讲，你能照顾人干嘛？可是个从来都是拿管子，你这个木能把你点亮灯子，管子给下他，管子给下锅，管子给下牛，管子给下鹅，样样都要管子。 而且呢，我拿大有多哈？你还偷了订了一杯冰可乐，你能照顾人干嘛？但是你也冤枉。如果你哎，虽然老师他又冤枉啊，老表，我对我被教训了，我能只做几个？看你能够做嘛？都还得错杯呢，错二杯都过来照样着急嘛。 要13月，我只同意，只同意，不是只同意，只同意，干嘛这样子只同意？我这里怎么资格了？我太多都认识制造商了，认识制造商的知道那个喜欢啊。我走姐，哇！哎呀，以后可真是再接上一杯了。我你几杯，但他没那么东西没整到哎，没吃等我那子。 你听嘛，我讲这下路了。你拿下啦，跟他的。